话会比较小声，因为明天我是要去学校读书了。不懂你们听到我讲话没有？然后现在是差不多是30点，还没。Later. 现在是10点多，然后我已经是考完试了，明天还要去学校，我去跟朋友玩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去学校读书。我要带着现在已经是10点多了，我现在已经读完戏了。然后今天呢是一个就是还书啊，就是我学校那边有还书，然后我已经还了啦。我就顺便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的行程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要读完了书了，然后就每次就再去，今天有去学校。然后跟朋友一起玩咯，然后讲话这样，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做啊，然后现在要先去来做一下我自己的东西哦，然后等下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上网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很好吃的这个，它叫做青春就是要害爆，然后呢，它已经过期了，真的挺够力了，我又不能开来吃了。看，这样你们看到了，应该是过完了，去年就过期了，就拿来买了，不能吃。今年我们喝了这个饮料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喝完的，还有就是这个和可口可乐是我最喜欢喝的。之后呢，再来就是这个冰厨，就是第几个呢？就是有很多的巧克力，我们都还没有吃完。这个我听讲是很好吃下的，这个。因为这个圆圆的，这干有很多啦，就还没有吃完就一大箱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就是有肉干，有几包这样子，还没有吃完呢，应该要拿去给朋友还是什么，这样哦。To the place, a spot you from a ways. My heart, it started racing. The crowd across the way, flowers on your face, and then I'm from the 80s. Someone keeps blocking my way. I can't feel farther away. Wait on a moment to say that I want you. You know that I want